在这个冷冽的寒冬里，来到客家庄群基的大坑风景区，你会想到要去哪里玩呢？泡汤嘛，冬天当然是泡汤最舒服的咯。尤其是你领着全家人一起沉浸在以日式园艺的庭院为衬景的温泉池中，哇，那情景不但洋溢着幸福满怀的感觉，画面更是温馨感人哦。当然，出双入对的浪漫情侣，或是新婚燕尔的夫妻，也是这里常见的旅客。但最令人羡慕的是，住在这附近的好朋友们，根本就把这里当成他们家的澡堂了，几乎是天天来这里享受泡汤的舒畅感。我们今天早上先去爬山啦，大坑爬山啦，然后爬山啦，然后在这里再泡温泉，我觉得很舒服啊。位于台湾中部的大坑，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之便，不但风光山色宜人，此地的气候更是温和适中，地里又富含碳酸矿质的温泉，而这种种的原始风貌，在经过了我们客家乡亲陈先生的努力开发与经营之后呢，蜕变成令人耳目一新的休闲空间，为我们大坑风景区再添新的气象与风貌，让来到此地的游客们一享游山玩水的野趣之外，也可以借着此处碳酸的温泉水，洗涤你一脸疲惫的倦容，松弛你一身紧张的筋骨，提着你原已耗尽的精神。太自然吃本的那个水啦哈，迄种个自然的疗法啦。做都会洗脸啊，500年前你个希腊人啊，就用那个温泉来治那个病啊哈，尤其对啦风湿痛啊好啦哈，肌肉酸痛啊好啦，关节炎啊哈，坐骨神经的一个疾病啊，那基本年一称呢，对那个温泉啊，是在讲那改善那个病的讲法啦哈，是在讲蛮耐人就低啦哈，尤其在碳酸温泉是在讲对养颜美容啊哈，养颜美容啊，美肤肌肤啊哈，消除疲劳，延年益寿啦，是在讲防护的碳酸温泉啦。尤其两个那个台中那个碳酸温泉啊，有拄好的迄台中市的风景区哈，风景区拄6、7、8步道，6、7、8步道是在讲那个水的啊哈，水的动态啦，都会吸收那个水的芬多精啊哈，行多来进那个温泉啊，对身体是这种非常的好啦。一个刻苦简朴的客家乡亲呢，他成功的开发了此地的山光水色之外，也充分的利用了此地的天然资源，在经过精心的规划与设计，重新造就了这美轮美奂的休闲新空间。洗洗温泉，是人在盼望这一天，幸福快乐，健康是生命的根源。就当我们的工作人员沉醉在这融入自然而迷人的场景中时，一位在这里的老汤友告诉我们他神奇的泡汤经历哦。我就是去秋水用过，秋水门街就行上那个门口人无法度，去行吃有温泉，如果我当时来泡温泉泡汤，即摆这人我多听落去，2分钟就袂食。泡完这拢好啊，卫生啊，但是一个星期泡3次，泡红足舒服的，真好，就比较轻松。哇，真是有意思！但不可否认的是，富含碳酸矿质的温泉的确有益身体的健康。当你每天在为工作忙碌时，难得想要松弛一下自己紧张的身心，建议你来去客家庄群基的大坑风景区吧。在你享受游山玩水的乐趣之后，再一头栽进泡汤池中的情趣，哇，那种感受一定会让你回味无穷的。你下来嘛，你下来一起来啊！洗洗温泉，是人在盼望这一天，幸福快乐，健康是生命的根源。台湾温泉有无限温暖，嘿嘿。